咁如果你要揀一首歌俾香港人，你會揀咩歌？Child 咯都係。Rubberband Child，覺得應該總會有啲朋友可能都去咗外國啊，點咁都好應用到嘅。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？今天我，但係唔係海闊天空，係林九。相信過啦 ，Cookie 心急人上。說再見的人。我覺得係心淡，相信大家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啦，遇到好多唔同政策嘅改變啦，都對前路可能有啲心淡啦，但係都希望鼓勵大家唔好咁心淡啦。應該 C 羅沙留下來的人，其實係最尾嗰句歌詞咯。你繼續沿途歷險，我繼續尋求幸福了那日見。咁上善若水啊！解釋得太白咧就得罪人噶啦，放開少少，所有嘢都唔好太執着，好似水咁樣，咁就啱噶啦。我揀張敬軒嗰個隱形遊樂場啦。海闊天空。我會揀紅日咯，雖然好舊啦，但係我覺得好有 feel。我會揀 Rubberband 嘅未來見。